着数千的牧民，帮助着阿霸王来战这般的战况。阳光展开排山倒海之势，龙行虎跃之行。阿霸王的正气神功行入关，三合一气血棍侠。对方就到了。混回龙已经卡骨避过一支剩一卡一手，画面来到这个混回这地界。哈！完蛋啦！叫跳落这个喷火井，跳落喷火井。是啊。如今跳落喷火井也是被火所焚化，这个人受恶报而死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大功告成啦，替阮师傅六合已经做件代志啦，对师傅交代啦，非常感谢各位同志的帮助啦，感谢啦！公主千秋千秋，公主千岁千岁。哦，公主是从哪里来呢？就是长老，也呢对阮众人讲起你的身世，就是讲13年前，你的母亲就是达旦王的王妃也叫王后的加害，怎样甲你放逐？你当恁小弟也当着你母亲到这个万里沙漠地界，就是安尼甲恁讲啦。果然如此。是啊，不幸为着讲这秘密，长老怎安尼被这个赤魔所杀？可怜的长老为我牺牲。我永远怀念长老。是啦，爱奴公主，请你大敢提拔，阮不爱做贼啦，阮得要改邪归正。是啦，阮大家要重新做人，帮公主提拔咯。各位，假使我若是达旦王的公主，我也无想着要转去宫廷，因为我想着要做一个普通的查某，我想着要过着平凡的生活。各位，恁必须将着咱天雷国内面这个金库给拍开，所有的金钱大家平分，然后离开这个天雷国，到乡村、到城镇，或者到这个市内去做这个正当的事业吧。好，是我的拜托吧。好啦，多谢公主啊！是啦，我是南城的城主，今仔日帮助着六合仙师来破这个天雷国，安尼好，请大家。为转我南城，互我庆功宴招待一下吧。好，好，真多谢。是啦，六合仙师，毋是阿霸王。怎样是？咱即马赶紧转来食这个庆功宴。你甲城主转去就可以。我想单独要去找找着我13年前失散的小弟啦。哎呀，爱奴公主，莫叫我爱奴公主。你叫我冷心心就好，因为六合仙师一向都是叫我冷心心。冷心心啊！要你甲我离开，何时再见呢？找到我的小弟了后，我自然就会去找你啦。希望你的身体都会保重。啊！你甲强得要离开，当然我也毋敢甲你挽留。是啦，阿霸王，你都爱学六合仙师的忍辱，知影吗？知啦。也你嘛是共款来保重你的身体啊！是，各位暂别咯。阿霸王甲冷心心在大风雪之中得分手，两人依依难舍，犹如生离死别，肝肠寸断，心胆俱碎。请去，你当唔通过来拜这个草命公啊？过去我用着这个邪术威胁恁众人，误害恁众人的前途了。现在我已经醒悟了，就是受六合仙师伊的三教真理的感化。哼，根本这个草命是无神啦。总是今日开始，希望各位看是要跟随我，或者得要属龙共商去做头路。哦。又在恁的选择，今日开始，咱的北方邪教解散了。老师，
我要跟随在你身躯边了。哦，一江流，两光风，你是我第二个徒弟，也阁有第三个北海乌鹰去做工课也未倒转来。原本呢，在着咱这个教门的中间，就是北海乌鹰的功夫最厉害的，伊胜过我，当然也胜过恁三兄弟。对啊，要当这三兄弟话拢解散转去，此后咱得要做什么工作？咱一定要帮助六合先师来收治赤乌邪教。哼，安尼好，来人啊！将这个东门拍开，请六合，甲请这个壁雕出来吧。好，准备。跳着跳着，好。客秀，六合先师，我已经将着我这个北方邪教解散了。所以我就是听到你的儒多是三教真理了后，我已经醒悟了。现在所留这徒弟，愿协助你共体赤乌邪教。条文多识书开。哦，毕雕，你听到六合的道理，也感觉死无遗憾吗？原来我是讲事实伫咧讲啊，我条文多识书可以，下早起听到真理了后，阴暗来死，无遗憾啦。就是讲你听到三教真理了后，你应该死也无要紧啊，这个意思。迄个雕，毋是我必雕的雕，知影时的雕啦。哇，是的，是的，是个。非常感谢神君啊！此后你我的工作非常的艰难，但愿神君当你的徒弟离开此地，去求着安享的日子。我当赤乌神君天狗龙以及着喷火龙的代志，这我六合自己来办就可以，不敢劳烦大家呢。哎呀，六合你的信任我袂高兴，我的徒弟真有气魄，本山人也同款有气魄啦。走行移动。变教主啊！哦，伫咱的国口有两个人魂倒在地，已经到毁灭。赶紧准备好等家救醒。啊，徒弟下当过江山醒来。哦，这是你的徒弟心。是啦，下当过江山醒来。师傅啊，恁也来这？是，恁两人是到底怎样呢？哎呀，讲起来到底毛骨悚然啊！免惊，来到我这个所在，什么天狗龙啊，什么喷火龙，什么赤乌神君，不足为奇了。来，六个神师，我特地帮助你来去抓这天狗龙啊，这就是八龙之首。哦，神君，你可知情天狗龙的招困吗？我知。既然甲知影，你做舰队吧。哦，我做舰队，对下来。阿兰，这个就是你的多情啊，所以人才会利用机会化妆做阮师傅六合的模样，甲你成亲啊。是啦，迄就是赤乌的神秘法规所化妆的，原来就是英城的族主沙鹰。也当族主呢？族主听说去互这个赤乌杀害了，可怜啊！原来安尼，这个囡仔出世都无老爸，实在用了真残忍，赤乌非杀敌不可。是啦，阿霸王。你化妆做六合嘛是成成呢？当然成成啊！这都是神秘法规内面的易用术嘛。也当这个囡仔出世有够好名啊未？也未够好名啦。你要甲我做什么名？我想讲用六合的姓，搁再来就是用我的姓，搁再来，我想讲这个囡仔吼无老爸袂用哩，专来互你做客囝，用你的姓。好。搁再来就是用这个沙鹰的姓。四个姓吼，拢甲生落啦。爱是查甫的，甲号做熊。号做阿熊啊？对。伊也毋说白金铁刷熊呢。是啊。哇，这个名袂歹，白金铁刷。哎，我看卖。哇，对，白金铁刷，更骨嘞。哇！这白金铁刷吼，要是练起来到第后摆，比我阿霸王搁较厉害啊！凡事比阮师傅六合搁较厉害，嘛无得讲啊！所以认真家保养都无毋对啊！阿霸王，啥事？为什么大惊小怪？我讲你听，
突然间空中飘一张被落来，这张被就是天高龙特别互你的，看没？写阮师傅的名嘛？是啦，因为你就是化妆做了神水模样，啊去破这个天雷国收持喷火龙，啊这个天高龙以为讲你就是绿合嘛，因所以这张被就是要互你的，看没？绿合，如果你是君主风度，一名神使者，绝不能落军当将。希望你单独与我谈判。由于北龙已经死人命了，一命归顺你绿合。现在剩我天高龙铁木杀子，我只好也认输吧。因为偷玉鼠以及杀害亲王之主的罪，单替你来研究。希望你接信之后驾临天雷国。阿牛，我马上化妆阮师傅的模样到天雷国，甲天高龙谈判。稍等下，阿霸王，你千万唔通命龙呢，危险啦，唔通去。这刘寇狼心狗肺，恐怕中原的圈套呢。啥物？北龙即摆剩一只尔尔，伊还阁有啥物威力吗？阿霸王，你千万唔通大意，希望我的行长派兵甲你助阵哦。念我呢？天高龙的意思，假使若是有第三者介入，安尼这谈判都谈袂成了。我为着得要摕回结束，对国家有一个交代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单枪匹马到天雷国来解谈判。你决心得要去吗？然了。若安尼，我的囝儿就是你的囝儿，你嘛阁敢抱一个？哦，哈哈，白金铁砂，哈哈哈哈！阿爸抱，好着啊。啊，小，白金铁砂在哭啥？阿爸要来甲人相台，唔是阿爸要来甲人谈判。小，啊，这个啊！来啦，我抱啦。阿爸王啊，也当我的外甥一个，互你抱过手尔，那哭袂停。这个啊，凶多吉少，啊呀，城主你的人啊，迷信真多。你免担心啦，我一定会搁倒转来。哦，皇上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过不了，过是。啊，凶多吉少啊！望神明保庇阿霸王安全回城啦！天雷国春雷初动，风龙奇响。阿霸王感觉这个天雷国甲以前的天雷国大不相同，但是君主后教之事不能失信而归。伊也单独侵进天雷国国内了。喂，天高龙啊！天高龙出来！我刘合诚心诚意要来跟你谈判。我绝对守这诺言，无带一兵一卒，只有带一口随身的武器而已啊！你免怀疑，赶紧出来吧！我刘合一向伫咧做事正大光明、天良道德啊！赶紧出来吧，天高龙！小子，你卑鄙的手段，中计！可怜阿霸王一时的英勇，来中到这个乱子，王的叫声气力不堪。龙是反应北面的攻击，阿霸王虽然知影这中计，但是无法脱离。现在抽出条条利剑，甲我这边地杀一般凶暴的特色。呀！暂时了这搏斗不计其数。现在天高龙亲自对出手，
呀，来吧，天狗龙出来吧！阿霸王明火来追高军，已经中到天狗龙的绝招，互相震动。阿霸王的血汗流尽，元光既散，气力的消失，但是还有英雄的骨气，灵辉真实爆出火花。伊看到天狗龙笑点惊恐，恨不得一剑插入伊的心脏，可惜阿霸王力不从心了。天狗龙，天狗龙，你跟我绝对克你！天狗龙，我来吧！天狗龙，天狗龙，天狗龙，可怜的阿霸王渐渐昏厥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六合已经死了，来人啊！铁血转走血，遵命。地为地，不地为不地，选择我先地啊！所以我这个山边老地母，我老早就知影讲六合会死在天狗龙的手咧。喂，老千，你得要采取什么行动？要采取什么行动？六合做人对咱都袂歹，伊做人真认真。啊，可怜死，咱就该呆呆来要做些什么行动？哎呀，千心魔，你才真单纯啊！有这乌白两道，若是要皇尊敬，你要做老大哥，只有一个手段，将六合的头壳给斩断，用药水给生起来，向绿林宣布，讲六合都是我杀的，安尼我就一举成名咯。啊，莫呢啦，众人都靠天良注定的啦，对。哦，你这个山顶老弟母，你会记你当生时啊？拄着迄个和尚一块啊，伊甲你讲，金风面东龙仙阁，暗送母上死不离。哦，老和尚甲你推啊，你怎袂记你啥？话唔通安尼讲啦。哎呀，千心无，一时风使气船啊！伫这个所在讲一句话，无下，我赶紧来采取行动了。天狗龙，你这个禽兽！天狗龙已经猜我厉害了。阿霸王最后3出去，刺杀了绿林的阴谋者，真是前世金沙总是血，下身处于英雄魂啊！
个所在就是天高龙甲变色狐狸大个地点。为安怎哪有这个迄粗粗的味啊？哎，唔通靠近招地，唔通靠近招地。我的步是安怎？叫这个腰盾吸去。啊，腰盾？是啦，表面上看起来是石头，但是迄个海底动物腰盾会吸人血。到底安怎？连轻钢深一。招分宫，这个所在恐惊有排机关，你防身军爱注意啊！哦，注意。听着，面头前迄个保险柜内面有钥匙，恁的目的就是得要摕回钥匙字啊！赶紧拍开吧！有人用这个真气传声锁碎，这个内面有钥匙，六合神师啊，唔通中人的计策。我点我的六合正气功，拍开保险柜。危险！到底什么款徒在要害六合呢？这个保险柜内面是毋是有真正钥匙呢？六合全然唔知影阿霸王的参踪，现在运动神功在要拍破保险柜，